看一下豆腐呢，有买好高好料都会推荐。豆腐呢，永和山水库。你听说冻食皮哈？哎，咱个看起来冻头上，应该弄也差不多了。我妈该迄几种的挑战，有没有就是拿头拿毛出来给你做的炒？哪有上吧？对，一峰姐，今年结婚嘛？哎呀，今年忙结婚。今年忙结婚。你下后生又唔做，你做火也好，冇做做唔得。你马上冇做，只要落几个。慢人做就慢人赚钱啊！你冲起用的呢？哎呀，加油哦！快不快？做唔得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多豆油哈，太腻。你蛮好笑的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他比较帅还是他比较丑？这跟导演们来听懂啊？各有千秋。各有千秋。你说丑的部分是不是？隔壁妈妈，对呀，跟来的表天，你吃到呢？都对吗？有卖鸡吗？妈吃饭哦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还有所有现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要苏坤，一家之主，爱民族。今天东飞机又来到苗栗喽，来到苗栗呢，我就是Genkiです呢，很有元气啊。哦，都有年纪，你们也是爱嘅股票，同样嘅来到苗栗，什么嘅东西一天不会本太什么。好，今天来到并全是你的粉丝啦。哦，真的哦。好，咁你马上先有分享到评审欣赏，提前了分享到嘅係劉雪蓮劉師傅。哎，觀眾朋友大家好啊，謝蓮。謝蓮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大哥呢好 ，Andy 節目嘅當播嘅小鮮肉哈，林選舉林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。哦，勁都勁氣咧，很鮮啊哈。好，馬上就分享到今日潛水站，我哋要轉嘅係來自苗栗市嘅代表表姊妹嘅，分享到苗族記老別風記，歡迎。我係苗族，喺邊方？等來很上場。係啊，大家都看一下咱最近要分享個來賓吼，來挑選嘅表姊妹吼，親阿妹啦，林鳳軒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哇！因為劉生嘅符合圈係藍色的哈，哎，知道是藍隊，很用心。好，請教一下風吹嘅兩位阿姊啊，譬如我哋苗栗市人啊，哈，有冇嘅推薦到苗栗市好高好色好料一本大家來睇一下？來咧，我知道有一間本店吼，特別後生人，約必要食一隻四果冰啊，大家就會上超，向阿姨嗰邊食白。嘅真見呢，我爸爸開始食到我個個帶定嘅奶嘅意思咧。吃三代。哦，真見跟住。這個本店是真見長久嘅啦。係啊，啊除了是本之外，我看一下豆腐呢，有買好高好料都會推薦。豆腐呢，永和山水庫，哈。佢風景凍醬，哦，佢水味凍牆，啊，我哋就撒開嘢啦，專門辦不同哦，做選擇永和山嘅辦健行活動，哎，這個到係當個重點啊，就啊，因為有兩圈凍醬，假使人就算那個跑步啊、晨運走路啊，全部做佢嘅，就算咧。六家就當到嚟咧，老人家嘅行路。你聽說凍食皮哈？哎，咱個看起來凍頭上，應該弄也差不多了。第六場凍手口呀，今天盡量的奔放哦。好，馬上出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咯。料理風綠蛋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，結添主要食材，沙頓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喺呢之前，唔哋會觸到馬街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會引你太緊張亂粉粉毛，還有涼脆冇觸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馬街上唔到嘅料理呢？最超級、最神奇嘅比賽，馬上開始了！又到誒料理風綠蛋嘅時間咯，睇下最其他困難製作單位有乜嘅新的想法冇？要不然都已經被我們用過的感覺哦。來，三支搶出題目。螞蟻上樹，葉公松鼠。螞蟻上樹，唔係真嘅咧，葉公。係啦，葉上樹誒。先為到觀眾朋友講一下哈，因為凍豆粉絲、中學嘅粉絲哦，聽說會講哦，連小凍豆白圈係來賓去到嘛嘅體類到天堂嘅食材啦。這次換你了吧？我買肚豆了哦。換一行，你兩組又很潤嗎？好，風吹派出馬撒了猜拳。好，別風記起。派出馬撒了猜拳。好，馮先接咯。好了，剪刀石頭布。耶！別風記，我先來。讓我聽說會剪刀哦。請。1、2、3。啊！這個不錯哎。第四面。拿
在哪的？这不错。有一家天牛不能去秀走嘞，后天还有一家，好不好？看你咯。加油！有本事你讲。哦，安排个 healthy， 来，请选择1、2、3。马盖。哎，有实力，又有运气，怎么办？老天爷都站在我们这边呢。我想看黄色的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根本你选举师傅都在会做嘛个表弟。哇！做酸拿出来耶，鱿鱼丝。这个算很地雷吧？这不错，不会是周的，很松啊，很周的啦。这真周的，而且毛毛该还给做我们的挑战呢。哎，你们就是拿头拿毛出来，你们就在吵，蚂蚁上马。对，好，马上就有金行料馆给挑战喽。马上就係金行挑戰嚟哦，呢種組呢除到色彩無共用，想感受一下佢哋嘅新型都奈，風吹有新型冇？有新型。個家學都凍定影響，看一下攬出嘅表現哦，今日有新型冇？有，好可愛。好啦，既然睇起來都準備好勢，馬上就幫人哋來表現咯。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阿姐做啲開始咧。哎，兩組其實也都係動會做菜嘅，你們眼裏就可以好好嘅來表現，盡量莫按炒，好冇？唔會，因為該下吼，啲手到嘅魷魚香絲的時候，電到起到哎，反而是他要的。其實鱈魚香絲真的還蠻好用的，真的真的。用味道。來看一下。來，我來做你個。譬如話啫，門日後呢條手到嘅雞絲麵嘅時間就蠻想法嘛，因為給螞蟻上樹哦，一般都會用冬粉，加俺的除豆呀雞絲嘛，就代替呀冬粉的意思。俺們講，是說雞絲顏色較沉啦，那我們要除了主用以外，還有呀辣椒味，哦，還有呀綠色的蔥誒，哦，點綴啊，主用係一隻調味一個有鮮味的東西哦，等下就還會老幾呈現有螞蟻一點一點的都要適當果的感覺。它重嘿，螞蟻上塑料是吹苗很用的落去睇下點哦。豬肉末它會包覆在這個冬粉上面，就衝該螞蟻貼上去哦。所以個重點在度，等下我來個雞絲麵時節哦，它個上背聽從會用豬肉啦哈。用，嘿。好。然後我先表嘛該啊。酸條啦，蔥的啦。但是應該做廚師係嘛？哎呦，看起來就那種移動天貼，我媽都會食。冇啦，他兩罐真幾好難懂你哈。青菜是好像還可以啦，真的因為我知道懂隨性咩，煮菜啊，就是食材天然嘛。隨性不一定會有無共用嘅表現。係啊。好，每三人的創意無共用啊。好，先幫你皮了一下。好，大家都知道，隨便看咯。好，阿先來發表一下特種嘅感言。手到嘅凍粉哦，算是咪係天時地利人和啦，哈，人和福氣啦，福氣啦。唔過吼，因為兩難度係多，因為大家人上嘅地步都全有食過真正嘅野貢上樹嘅凍粉嘅。所以要怎麼做出不讓大家出格的樣子，也是蠻難的。你不看有做過料理料理嗎？有。太姐，我老太姐已經27、8年了。按叫我。佢本身啊，也係一個用手口嘅人。果紅啦。口罩沒有辦法擋住你的搞笑，好不好？你今天你就加油哦。好。安你用上用沒？你先。加一波，一波。他去我山上了。泡茶聊天。因為新買嘅東西啊。醬油要醃這個啦。哦。那是油膏。哎，對，挑油都亮。所以阿姐係自家油炸散了係嗎？農場啦。哇，果園啦，那就是乾媽嘍。哦，對，我人家都叫我乾媽記。乾媽。因為總乾媽係嗎？對，我很多產品。這個還蠻好笑的。對啊。對啊。哎，你準備很多口袋笑話，然後。哦，對。常常說笑話。我講正經啊。
根本你爱做个眼光送书哈，有买做法吗？先老大家讲一下。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只是说以前小孩子小的时候哈，我们有做来吃，后来老人家就不喜欢做这个了，因为小孩子小的时候一直要变花样给他们吃。现在老人家做很简单，就清淡，就没有再做。这是以前好几十年前的。用很记得咯。记得了，有印象了。以前比较会煮啊，现在比较不会煮了。你是先打预防针哦。对。你有酒吗？有哦。你要什么酒？你要喝的还是米酒的？哦，有米酒，里面就冇啦。我直接关咩都得哦。哦，该不会水做唔得？还挑米，别香料。不是这个。我先做嘛该？别香料，别香料。家都已经老神在在了，等下都整了，好吗？好，大家都加预备下，哈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！哇，要用金的呢。这底部都会嘛该？摕个鸡丝面呐。那昨天让你战术分析一下嘛。那启动你都要手到个鸡丝面，个重点系讲，笨蛋吼，其实梅很香梅，鸡丝的香梅。不过吼，它真的怎么爬上去？该等下个牛，我想一下。这要看你们筷子的功力拿得好不好。自己装饰。对。上述啊，就是除了呀高牛之外，还有呀，辣椒，也是一点一点的，一点一点那种蚂蚁啊，有红色蚂蚁啊。火蚁，红火蚁。好，加胶哦，避风剂。避风剂。讲咩煮香蕉？避风剂了，拿避风剂满公都发啊，你的。避风剂，今年结婚嘛？哎呀，今年忙结婚。今年忙结婚。那你没做种朴实吗？我做不卡种朴实了。那就是家庭地位最大的喽。一家之主嘛，一家之主。没啦，你还好生意又唔做，你落火也好，冇做都唔得。嘿，马上冇做，只加到几个。卖你煮就卖你赚钱啊。你像那样的呢？哎呀，老公会尝到咯。那反正当然咯，煮都当欢喜啊。个这杯都系水啊，系酒啊？水，老爷中药米甜米来煮出来。你用这芥末也嘛，人煮的较好食。香用好食也唔好食。香用倒好食。你回去。反正唔系冷水。等下落去个搅搅，要炖嘛该喏？炖一滚。勾芡。用勾芡方式。这样才可以爬上去嘛。嘿呀，你告你哦，莫老陪啥讲哦，假使已经你不填上去哈。我刚刚看到旁边有蚂蚁窝，走在溶呀。我不用听懂哈，来讲个填酱的部分。勾芡。填酱的部分哦，就要问勾芡不要用太多，我真的，我还是要跟大家说，勾芡听懂，蒸给就会变成蚵仔煎。韩国滴水在呢，嘿，它一坨一坨，搞什么散菌菌那就会变成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大肠面线。加油哦！快，做的加油哦，加油哦！红豆酥哈，你蛮好笑的。隔壁妈妈，对呀，跟来的表演吃到呢。做点嘛？有卖鸡吗？妈吃饭哦。我还是要跟大家说，勾芡听懂，蒸给就会变成蚵仔煎。韩国滴水在呢，嘿，它一坨一坨，搞什么散菌菌那就会变成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大肠面线。错，因为面线，大家都要填酱，好，等一下叫控下，他会挑梅吗？胡椒粉。key point，增加香味，基础盐。也可以下来。好，等下看一下就可以上去吗？哇，感觉也好吃的。如果你们等下跟我说吃起来像大肠面线，这真的不能怪我们好吗？因为给真警察面给鸡丝面的，你手黑面。啊，大肠面线抹落辣椒味啊。对呀，要有辣椒味，增加它的色泽啊。你们不要被自己的刻板印象圈住了，好吗？来，大家都正了哈。好啦，大家差不多诶。风水好嘞哦。那大家讲一下，该地北都要加买东西啊？
狗肉，葱诶，蒜头，个辣椒诶。哦。我哋调油锅嘛，哈。调油锅，我水也煮煮，我叫他叫啊。哦，加油哦！快一半，做你的加油哦，加油诶，红豆油哈，太腻。你蛮好笑的。少油少盐。哎，你比我们主持人男主持人好笑太多了。你有考虑过做主持吗？哎，有考虑。但我拿的钱好少哦，我有价钱优势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哎，该酱会挺少吗？还好，那还有水分，姜太咸了，还有水分，姜挺咸。哎，是不是差不多要倒数了？我中国文呢？呼叫粉我记得咯。呼叫粉哦，对。哎，不要在这边炒米粉呢。怎么有点像炒米粉，老板？他转场的，转统。哦，好，来倒数了。好，天场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下第一关呀嘅椰果上树哦，目前嘅食材乃做好食咧。耶！好，大家椰果上树哦，两吹，有一个是正牌的用冬粉，另外一个用鸡丝面，马上先对风水嘅 Q 好了拼上咯。来。哎呦，我卷面一下，跟椰果紧紧就上树哦。米都调到度厚哦，而且你懂聪明，它溜溜甜酱，让它会有一点勾勾的汤，咱们可以上，但是又不会变羹汤。美珠检测用哎，家常味，不错。家常味米丝不可以偷。对啦，避风镜这哎，我前面唔知用上過啦。馬爾桑樹就用冬粉，雖然冇按先樣講。除到冬粉，但是我感覺哎呀，沒好食咯。沒好食哦，點都會冇叫我嘅菜色咯，看面咯。好，接下哈，佢兩三咧討論嘅細節哦，呢兩三面係熱烈討論吼，來講出來本台要談一下。啲風趣嘅也馬爾桑樹也菜嗬，喺講完完畢啦，香氣唔辣啦。哦。營養一般啦嗬，是一順口的，但是就是香氣也唔辣。阿妹姐咧。我吃到吼，安樣較無鹹吼，啊個吃到較油地位安樣啦。吃到較會內果樣嘅。好，你兩三個評價安樣談好語向吼，大家對安尼做嘅，我就動過來踢台。哎，你就已經開火了，我們也是。對，可以開火了哈。殺了。我媽，你們覺得仿賢大姐長得很像韓國人嗎？講起哦。哎呦，人家有個凍粉咪要上樹哦，有哦，個豬肉狗肉出嚟上去咧，誒，真緊甲梅頭啊，較重，較香，來，紅隊請開火。當香，非常香。米竹姐，你知道哎？香起來的還不錯啦。當香哈，嘿對。避風鏡你知道咧？我知道可能係夾冬粉啦嗬，湯唔辣。香港地位搶，但食起來就感覺像米粉，香氣有啦。做茶嘅樣。我個卡尖卡叫的。係。哎呦，唐姨嗰個火肉味凍蟲哦，笑面孔多。媽。來，唔過我哋下幫呢兩三個事件，攞自家嚟評價一下。誒，因為風樹講嘅嘅凍粉啊嚇，呢個從下特殊嘅吧嗬，佢就會綿綿落落，冇 Q 度，冇硬食。啊，因為我哋香氣要辣，鹹度也要辣。啊，因為做得咧。好，大哥咧看一下阿妹姐。哦，我知道，因為啲冬粉哈，唔係你平常用嘅嗰種牌子，像米粉用嘅呀，係忙熟呀，鮮質啦，講火候係整唔到啦，整唔到吃到講。我有講香肉我吃到較會內怪，不較綿，都按 QQ 有嚼勁，也不錯。假使我係講嘅凍粉嘅種類啦，我係煮到嘅梅子哦，還算正宗吼，還算傳統啦吼，味道還不錯。好，唔該你，現在時間到咧，馬上就來評分咧，先來搶下呢嘅阿謝林師傅搶分數。冷水一副，真高興啦！你看等一下哈，確定一下，找高來看一下，星級師傅搶分數。哇，搶手！嚴肅，來
像谢林师傅抢公平。凉水都煮了冻吼，啊，无想到风水要按厉害，然后勾芡啦，你的米丝配合重一些些，唔做一样的。啊，米丝正经讲冇出来，呀米丝也冇香，胡椒粉也唔辣。啊，但是唔要冻厉害哦，该煮的香气冻足。问题人家冻粉真正经讲唔辣叫，冻硬一些些咧。煮加下香气冻足加下，你说的加一啲啲水落去，比煮加下下，煮唔可以讲绵绵。拉拉稀稀嘅，跟住會嚇軟，咁會好食，唔係熟到人走像米粉一樣嘅。貴金好，謝謝老師。甜啦。阿志師傅黃月來講，風水街每套就較淡，冇唔錯啊。唔過街雞絲麵處理較凍好，就是係唔會燙糟，然後收的水也剛剛好，還有清好食。啊，南推呢啲就是大宋係該冬粉啊，就較早啲數類啦。唔過會做該捏做捏好啦。所以行起來兩組全就很有改進嘅素菜啦，哈。唔講呢，真件恐怖嘅來料哈，加一畢業，這個魔王食材呢，鱈魚香絲，就係你甚至師傅出道，馬上來看啊，用用嘅來表現兩個食材。哇！大家都懂上嘅底，都大家鱈魚香絲都用喺裏邊哦。對啊，好，魔王食材由我們的神廚來表現。好，食材就用啦，用嘛，然後只有這個冇用啊，鱈魚香絲。啊，我今天可能會做一個像下酒菜那一種方式來做。一定有酒咯。有，自家準備。我就對應好食個鱈魚香絲啊，動作機係浪達哈。但是今天我拿來做食材，要買正餐冇？會炸過，本期炸過熟熟，啊用個炒嘅梅頭會較香啦。我本期炸過。炸過哦，是炸那魚泡。好嘅時間就買技巧嘛，因為基本上是都直接做啲食，本期炸到熟熟就是都做得起來咧。佢會變態呢？所以它是不是它變蝦餅？衝個半條用。哇！假使係該行你洗沙去的，該鱈魚香絲用假沙。氣晒啊！現給。直接棄權是不是？找老師幫忙。對哈，剛剛都講到哎。大宋鐵，因為你下張相到。對啊，那最後一關這不用吧？過該兩組全表現凍好啦。好，按你做的做法，撈比兩組就蠻正常嘛。先爆香，蒜頭啦、薑麻都會爆香，然後就切開，蔥拍嘅部分，蔥拍。而家鱈魚香絲冇咁起來哈。好。那豬肉啊，等下我來炒鍋，幫你炒到散了之後呢，將來不用該醬料。師傅，你有先滷過嗎？不是，我等下用該水幫你滷過，切習慣嘞。你說切手切習慣？對。等一下個肉放落去之後，炒到散晒，炸過來咧。不用該薑啊，該調酒果，還有該米酒、糖啊，幫你炒。還會加湯哦。為什麼你的爆香就特別香啊？本嚟切到較焦啊，本嚟香味哦，咁樣出來。這是鮮肉嗎？半鮮肉。你切到個牛了哈。小鮮肉。故事跟牛排。好，幫你炒。好，油味會辣啦哈。我覺得懂神奇，先從安東媽媽可以嘅從來嘅年紀都要做出來。隔壁媽媽，對呀，跟來嘅表現你知道呢？做得冇？有滿意嗎？滿意，都滿意哦。要馬上會帶轉去嗎？忙結婚哦。結婚，係嘛？媽吃飯哦。你也太會。那鱈魚香絲實在是很創新的一種做法。你看我講，螞蟻上煮的冬粉、絞肉，用呀，在有海鮮的米頭。又有豬肉，真的也一隻創意，下擺可以轉去試試看啊！係啊，喺度啲問一下哈，因為個眼光松鼠個水蟲又是要貼上去，那等一下是走得嗎？那就會過芡，一點點個芡。好，調酒，紅酒。他會選你，不用生氣。好，胡椒啫。加香油的呢？你看他們為你爭風吃醋嘞哦。
因为太帅了。哎，帅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他比较帅还是他比较丑？这答案不能共同啊，各有千秋了。各有千秋。你说丑的部分是不是？是啊，美的部分。好帅，我想讲哎，哎咯，要续盘吗？啊，你最近妈妈煮的黑奶吃出来啊？讲个tomato炒卵。我也是，为什么？我想到了，你们同一家？最近的就是tomato炒卵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他比较帅还是他比较丑？这答案不能共同啊，各有千秋了。各有千秋。你说丑的部分是不是？是啊，美的部分。帅。好啦，你还摸分数。我选谁了？我选哪一个？雪玲姐。还有2个选择，里面还2张猫也全部都。哦，嘟嘟哦。就从此嘛，从此没关系。天老羡慕主持人，他有神。他安永几条河了呀？安永差不多，该拉结尾。这个把它切成葱花。哦，该下一块是葱白。嘿，葱白它的梅头较香啊，适合爆香。这个抢个提缝就做个最后面撒上去的提味。还有杯张要领爽，真的呀！雪域香是。哎，张伯坚偷吃扣钱好不好？脆，扣钱。盘子可以了，那你就都得分你炒。哇！安永哦，长得来骗酱哈。哎，好厉害！要酱汁扒在上面哈。动作要快哦，讲起唔会安永较强软铁。哦，你好会甩哦。完了。你看第4杀哈，恋爱的眼神呐！哦，葱花就做得不用说点缀一下。绿色蚂蚁，哎，红色哦，哎呦都有。哇，真嘅冇上到哈！哎，来拿一个本台可以哈。蚂蚁上树。哎呦，去后生喽！哇！这真嘅係鐵白坤度哦。老吉呢優雅嘅鱈魚香色表演，不要等了，馬上來開動啦！來快桶哦！迫不及待，好期待哦！哎，是酥的哎，下酒菜，哎，搞得跟鱈魚香是牛丸，鐵都安嘅。有蚂蚁啊！有蚂蚁，多蚂蚁，像下酒菜，蚂蚁会咬人。下酒菜哈，来，我们听美珠姐讲一下，美珠姐看过吗？像下酒菜啊，好大哦，哎，真的呢，而且它的味道够，懂真的也够，懂真的，真的懂真的，佢咩有原先佢真嘅係切嘅。不能料都要喺挑皮了，嘿，有一些的種誒，不過有嗰種香味啦哈，有海鮮的味道，又有個螞蟻上樹的元素，做得啦哈，很棒，懂。還有乜嘢問價沒有？2針呢？還有2針 ，OK， 人家特別只有一個後貨，聽聽，還是，我沒事，馬該，差唔多係冇，差唔多，做做的，做的，啊，避風景真樣。真嘅係一隻創意料理啊！好食哈！阿姐來講一下哦，歐尼煎來好咧，好食，我想講哎，哎咯，要續盤嗎？不用了。阿蜜姐嘞，董後生，有效。它可以把这个炸到这样又酥酱汁加下去又软，就把它的特色就是甜味这样跑出来，真的好吃，赞。哎，我起到动力哈，因为今天摸学过安提色的改食菜了哈。雪玲姐，让你讲一下，给我们的小鲜肉。整个欧罗去沙皮啦哈，其实蚂蚁上树没有用虾叶呢，没有用香菇，这面嘅咧，嗰2樣食材就冇用落去，芹菜、香菜咪冇用落去，可惜这俩有鱈魚香絲就係海鮮的鮮味一種，你安尼做係臭。你獲得全國冠軍的認可哦。好，
唔過呢，剛剛頭前哦，行喺度轉到比賽來哦，頭前1比1咯，那到底今日嘅素養係樣板呢？馬上就來進行最背面一關嘅挑戰咯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同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嘴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，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過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觀眾朋友來上看啊，播前面來回答睇次噶，你最好食媽媽做嘅料理係乜嘅呢？最好食也係最鬧食。最好也最鬧，最鬧食嘅。哦，講到最鬧哦，我媽媽笨蛋係最鬧，我冇啦。其實因為搶食嘅時節，我媽媽當會煮菜，食時節嘅時節，食到嘅時節，食到會驚哦。大家看到片啊，又會聊拖菜，唔過聊下因為辦到自家帶咧，會想念呢。真的，人媽媽送買帶來嘅大豬小豬落魚盤就當好食啦。哦，真嘅呢。故說呢，今日我帶一點睇起來了，想起頭擺細細講下嘅事情。故說呢，今日題目就係個本來食到最強嘅家常菜。最強嘅家常菜。最強嘅家常菜。點講你咧？有冇？我沒有哎，因為媽媽正在收看。沒，我這個不卡住哎，俺媽，因為俺冇見識啦。哦。俺媽該都識。好，參觀下風水嘅好嘞。風水，今日你看到倆題目，你會想到乜嘅料理？醬好吃，醬好吃，醬好吃，對嗎？醬做乜嘅咧？因為清江台嘅醬呢，啊不，當好食，調羹泡，嘿，樣板哦。因為調羹泡哦，當只。媽媽種誒，炒來水煮完的蛋一米甜甜，冇乜好食，冇乜變化。哦，就食到醬誒。係啊。我想到食到按醬變成醬好吃。哎，難怪是美豬。對，真嘅，用啥都係安樣。OK，故事今日要來呈現媽媽做嘅一個原汁原味嘅醬好吃。好 ，OK，加油。呢條最強嘅家常菜係醬好吃啦，不過咱最後最強嘅收爐菜係乜嘅？鹹菜炒台蔥啊，好形容難講。因為哈，我細時節哈，佢屋企哈，冇講錢有錢啦，嘅這個天龍哈，仲當到個台菜啊，煮個鹹菜啊，滷落去啊，大把有菜冇菜，阿妹就拿炒本色做本色。葱係食做醬啊，做牛骨，所以我個老菜我就唔敢食。但是你啊嗬，我要學老師要教我講，加啲台蔥落去後，會好食。所以咁樣講起來，今日帶來嘅菜係要都要改良過嘅，改良過咧嗬。好，那大家來想看一下嗬，自家嗬最驚媽媽做嘅菜收爐菜係乜嘅？冇唔錯，雖然哦有常時冇做係最強嘅，唔過一下可能係最懷念嘅味道哦。鼓手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。等下問下冷水，今日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準備一關咯。好，片草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哎，啊你最強媽媽煮嘅係哪出菜啊？真嘅青江菜呢？真嘅，做乜呢？冇加米酒啊？唔係，個青江菜一隻鮮啊。哦，那個鮮我很愛耶。其實還蠻自然的。啊，甚至誒，你龔慶福，我知道你媽媽是忠實觀眾哦。係啊，我講個頭媽豆炒卵。我也是，我想到了。你們同一家？最強嘅就是頭媽豆炒卵。啊，跟燕京講一下。請你拜託不要煮這一道。我講嘅那個牛番茄嘅上妹啦。我簽呢？我剛才就講到啊，我最驚係我妹本人啊。媽媽這道菜呢？啊，該調羹泡和切發咯。這邊最好吃哎。沒有，最甜就係這一片呢。我最好吃調羹泡。你應該不怕嘛哈？我不怕，我超愛，而且但是我的一個原則，一定要加米酒啊！調羹泡炒要加米酒，炒菜加米酒，就會調羹泡要加米酒啊！啊，你都要準備個放些嘞。哎，這個是不是要做蚵仔煎呢？沒有，呀，然後多了一些元素哈，給了蚵仔哈，啊個青江菜，啊個很多元素，呢看起來又好食又搶顏色，生意就會大開胃口。呀，青江菜啊，其實經過按呢處理哈，以青江菜菜香味會出來，啊海鮮的味也會慢慢走出來，嘿。
来，我要听一下避风季，要出吹，那些你细细家食都强的吗？来细细哦。你较强什么该？爱咩还好啊，然后强样啊。嘛该都是吼。系啊，冇看那当好肉啊。系啊，冇看到肉都安睇啊。系咩？不过按用看呢条嘅食材吼，真正有条像蚵仔煎诶。哦，啊，就冇偏的粉啊。冇偏的粉都冇强样。哦，我知道按你组合哦，生意呢一碗饭有一碗饭呢。真见到，哎呀，我讲腌丝的冇啊？唔是呢，我是按你单纯的米头，鲜味有走出来哈，有菜有蚵有辣，营养丰富。最赞的。起来动响英雄。好，等一下多转来哈，先准备唔是超很多哦。因为其中一时个讲的穷宁静哦。我也是觉得。哇，要么你晒耶？鹹菜炒菜菜，你做为什麼？係啊，這個鹹菜啊。做頭擺，你就講用蝦咪，這個有種菜吼，做按長長啊，色按用菜吼，是那麼強啊。嗯。哎呀，啊個個太重吼，因為這個按這個買來吼，這個盤啊，個種呀洗啊，很麻煩，動粗啊，洗動多片啊。嗯。哎呀，盡量就不要做按用的菜呀。懂師傅嗎？哎呀，你要水洗火哦。沒關係，因為它練它做的乾鍋炒吧。哎，譚講嘅鹹菜好厲害到，他有人專門去拍影片，係嗎？有啊，哎，那個龍訊雜誌去年有來採訪我們，因為我們冬天的時候就是秋天不是會收成那個。鹹菜有冇？當做開菜啊，用刀啊，煮來滷鹹菜啊。哦，哎，來問一下馮軒姐好咧。好。啊，做乜嘅你一套菜嗬？因為家下講係鹹菜食到驚咧，我做乜嘅會幫到提倡強下？因為提倡留啲鹹菜下更味。嗯。啲味道格得。嗯。啊，他呢個菜啦，鹹菜格唔得，鹹菜一般喺度客家嘅咯嗬。哦。就拿炒老辣辣炒姜麻絲炒嚟食，我煮鹹菜湯3千肉煮鹹菜湯嘅，做一年年。一般人喺度客家人哦，當時我們拿提倡嚟夾，係因為學先生要教講學，做到一樣夾，啊，一樣除辣一除皮的，咁我就上拿嚟一樣煮。哦，可以生意會好食。哦，我總係時候驚我唔敢寫出來。哦，啊，你這個蛀蟲就處理過嗎？有啊。怎麼處理？最好可以是洗住。哎，先老蘿蔔跟辣圾先淘汰哈，春啊洗就講麵粉啊哈，麵粉先洗過，抓哈，抓一抓，抓好洗過，再加沙拉油下去。哦，哎，加上才不會有那個味道。哎，因為其中一時個講的窮寧靜嗎？我也是覺得的。咋個類？按品種啊，品種我唔敢講燒法。你唔是品種啊？好，先不應該炒一下，好冇？大腸啊！等下轉過來，有加糖嗎？等下高轉糖。哎，香芒果嘞。有加糖嗎？糖，你有冇加糖？哎，香菇，嘿，煮過唔係拿來炒哦。你要香菇啊？呀，圍邊哦，擺飾又可以吃，好看，好看呐！哎呀哦，一個月給你下費。嗯。同時有辣，有香菜，有蚵誒。嗯。那你可以調港泡嘅廣愛料的。哦，我做滑呢。哇！咁我成冬菇冇，冬菇冇。哎喏，那叫下通啊。咁講哦，又加線上凍醬食上嘅東西。本身呢，看到有紅色又有發哈，秀色可餐啊！啊，有一般的發紅色的，還要發醬色的，嘿，醬紅色。哎，香菇咪做啲切發啊？呀，時間的關係哦。好，嘿，這樣嘞。哦。我說你等下就落 Q 下就好嘅啊。呀，差不多誒。啊，挑每一個部分呢？海鮮呢味道就是天然啦，啊，就調一個鹹淡甜甜。對耶，有邊起蚌起嘅蚵味啊。咁講我唔會經煮經食哦。我喺度用啊，特別方式，哦，可以等下大家可以試看下青江菜哈，按嚟打呀海鮮個辣，看不一樣的嘗試，也唔係蚵仔煎哦，真嘅唔呢。好了，要到尾也差不多，勾勾一坤啊，等下我們就要倒數嘍。來，
哎呦，你那片咪傾起來哦。哎，我邊切一下，给它那咸菜的个鹹米，那个小米。會同路到啦。哇！同路，佢同要路咩？嗌咗啲哦。哎呀，嘅煮廠留嘅鹹菜同路一下。哎呀，都師傅咯。開好咧嗬。好呢。醋啊！哎，好，那你的豆薯咯，哦，走。现场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最背面一關，哪一部卡表現較針對咧？耶！哇！呢兩部卡雖然講呈現出嚟動作係最色到最強嘅一個家常菜，唔過應該係最多肥嘅咧。媽媽料理，先對風吹來試試看哦。好，右手邊這一盤，來試看看，好鮮甜哦。自從家下已經講嘅，有個菜嘅甜味，還有個海產嘅甜味，你到底為什麼會怕呢？講起演員係種嘅一項菜青江菜，食到夾，係啦。啊，所以啊，加卵。加呀，藕嘅吼，全家補給的營養，也多菜底部全部有嘅啊。唔錯，定然同營養啦，哈。比方之 one 呢，第二步卡生嘅啦，最全部當錢啦。像蛋槍炒啊，就我講哎用我食啦，古說吼，你做媽媽呀吼，做傷透腦筋啦，去變化。冇按用家就唔識，冇按上飲食啦。按用真以後生咧，係啊，他重本呢。較好本錢，所以呢，我說講人哋嘅健康嘛，較重要啦。係啦，真的。你諗住嗬，嘅笨蛋嗬，鹹水嘅挑咁拍麼？冇當好啦。啊，不過按用嘅處理方式，崩起來強下去嚟，明白？哎，還不錯，有海產的香氣，也有蛋的香味。阿妹姐你吃到咧？啊，吃到吼，唔係迄你嘅做農而已啦吼。鹹米啦，係啦，蹦翻蹦咯，較叉翻的意思啦。對，伊啲啊都是講比較較少飲食咧，較清淡的飲做得啦。不過你一下看一下嗬，冷水做嘅嗬，哎呦，要就呢啲講嘅應用麼？來，試看。來，試試看下冷水嘅，啱菜炒大蔥。人嘅主場就好咬誒，木卡米湯啊，好食哦。我係正統嘅客家米誒。米竹記你知道咧？鹹菜嘛，啊，炒飯，竹蟲，冇共用，各有特色啦。因為大山人考量嘅冇共用啊，媽媽做菜的心情是一樣的，美味。好，葉鳳姐來評講一下。睇下知道嘅鹹菜可能而且它開始咧有啲位調盤那樣有較順，因為唔係幾時間你啊。鹹菜邊下叫呀嘛嘅，沒啦，冇可用媽媽做嘅米湯咩？也不卡就是較鹹的喂，Andy 呢就較酸的喂，較酸的喂，冇可用米湯。係啊，大家不下自己摸埋強用啦，自家做嘅鹹菜炒大蔥來評價一下。其實也鹹菜唔係當季嘅時節啦，也係上飛入嘅啦，我用這個包裝非常笨啲嘅啦，可能嘛蒜米都是有流失的嘅啦，我做我嘅菜餸做要做好食，唔係嗰種素嚟咧。你落咗熱熬嘅麵，唔係從素嚟咧樣。食嘢還是啦。阿妹姐本自家嘛嘅？我覺得哈，你客家人主講，我說你選出係夾特色啦。TV 都係媽媽都有表揚愛情都可以做管理生，我見咗嘅時間馬上就到了，大家來看分數咯。先請謝林師傅搶本分數。冷翠，謝謝劉老師，還忙，一直連下，謝謝，要有信心。看一下阿菊師傅全部分數，又係冷翠，為什麼？我覺得我們都太牛嚟咯。其實啦哈，兩嘴做來做當吼，你兩嘴沒做來當吼，我今日做嘛話會冷嘴，伊迄偶爾迄有過一下水哈，過一下滾水，就唔會有按那些腥味。都做來懂好啦，唔是清香菜啊，給你有事哦。好啦，你再講下去，我們要哭了。唔會啦，對。人家吹咧，人家鹹菜留嘅太長不難做搭麵嘅，人家鹹菜真係切香酥嘅。你切下油一絲絲咧，分數可能要會下高啲啲咧，嘿。然後來去定一啲醬香味咯。吃嘢那個米絲就做得嚟啦。
谢谢，谢谢老师。用秘珠做来同好啦。哦，谢谢。阿菊师傅先落去按摩一下。好，两腿的表现拢同好，每套就出来。啊，不过凤腿俩，建议做点该做点种煎好呢，乱章下去，按用该乱香啊，无会该香味怎会出来？使到味道会较好啦。啊，南腿呢俩，建议那个姜丝做点切较细一点点，味道会比较出来一点点。很多那个胎虫很厉害。所以按样长期来啦。那些国家圈就自家美食啦，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爱咩自家做动脚做嘅东西，自己家里的味道。师傅所提供一道家的作为时节的一种建议，不过呢，还系保留不开，食习惯的米头最好。有啥时候传统地都会澎湃的料理，而你用的食都比唔得妈妈煮的菜。好，故说不开米是最主要。啱个今日比赛成绩出来，凤吹得到1分，蓝吹得到3分，恭喜今日蓝吹大头名。马上出来颁奖喽！耶！稍稍来看一下，咱水今日得到3000块嘅价财金，恭喜！好，3号人的风吹得到的黑呀嘅水真是健康蒸煮烧烤盘，恭喜！哎呦，丰年安多哦！恭喜！好，我问一下吼，你去本来吼咧表现都外向，不过吼今日好时常就种内向嘅阿妹姐，所以老大家讲呀，今日参加嘅心得系乜嘅？今日参加哦，就是好一个经验啦。好，大家咧问一下凤兄阿姐啦吼，所以老大家讲一下。好，我要首先感谢你客家电视台一家之主的节目吼。主办了按好的节目哈，本来都有按机会来表现哈，我都哈妈妈哈，冇按机会按时间哈，来上按电视哈表现按样节目，利用了那机会哈，把我的属意都表现出来，一家之主的电视台哈，谢谢。先忙，好成绩是得到奖金的。谢谢。什么？好，马上来请米珠纪老太太分享一下你拜参加的心得。我知道不可能，喜欢事业真系充电。所以呀，拜来比赛有参与过，我哋每次都很当欢喜那个比赛输赢嘛，好像冇乜计啦，就来参加，就是一种回忆啦，很好的回忆啦。系啊，你念条来讲嘅话吼，今日比赛喺来到闹热，非常分享料理张错，个个都有奖品奖金好拿，恭喜哦！谢谢。毕峰姐，麻烦你了，睇下分享一下你拜参加的心得。当欢喜来参加了拜一家之主的个节目哈，希望我哋会彩色啦哈，大家哈做得介意。其实大家都当中意啊，真件当好事，感谢你了，分享也不开米头。一家之主呢，最主要就讲看你很幸福哦，做得熟悉到按到妈妈，按你去保庇新年的心情，调出最好的料理讲真嘅，你系最有实力嘅人，真幸福哦。系啊，韩国就去了个开始吼，有新嘅主题啦，譬如讲礼拜吼就系水饺嘅烧卤菜，好，下摆到底系乜嘅主题咧？大家好好来期待一下，大家来报名参加哦。冇唔错，一家之主等等你穷下来要到毕业，都闹热咯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